按照总金量，今年71岁啊，5年前就个成立理研技术职务退休哈。退休他先去推动基督教乡愿做义工哈。2年前推动施工所成立了施工团，俺就新强加入哈。每个礼拜三走先头，在遐施工所上班。民众的客家人来的时间因就来去客家人客家话来去服务推动使用客家人数唔会真多大约有1-2万人左右啦不过遐来施工所的民众真多种啦也有福罗人，也有个印度外省人，也有原住民客家人也有啦。伊个讲遐自己客家人的时间，因就会用客家话来去服务。客家人是无问题啦，上下袂拄到福罗人的时间因为伊个发音上下给福罗人谈到怪怪感觉到唔会真受欢迎但是呢，因为本身的客家人的时间彻底总在讲即个个母语唔记得样官方的统计个资料学尾逐年流失差不多5%看到样个情形呢，拄到学委会期盼了按照学语初级的认证考试94年第一摆考试就参加。一方面呢是讲利用遐个机会来学客家话一方面呢利用遐个考试的机会来了解本因对了客家了解长处还有激情来测验即个客语个能力看到真多客家人客家人讲话又讲福罗，也就当唔惯非常的唔惯。样下来客家话无人会讲讲客家话样的习惯，老实讲在客家人本身来讲是真太缺失啦所以呢我相信一方面客家话推广可能政府就会讲学委会遐个机构来大力宣传。一方面呢，靠家长对即个职务平常时讲话有没有尽量会讲客家话你要办什么事这个我的老大那个，你要办什么事？办健保吗？你说。我是来干那个写一个工程的事情你自己要谁啊？好，不容易。俾你送啥你送啥等你在海。在海你在海有无？在。你家好。
福音就。係啊係啊，咁依家啱先做啦，啲行出嘅下生日就冇做啦。哦，那幾夜？半夜15時啊。生日啦，改變到下生日，天氣冷嚟啦，就咁樣做啦。公西西總有時期啦。你是講退休慣到不靠風就可能要運動，所以出來行行的哦，退休冇嘛事情做哦，來做義工吼，來服務咩真好的一件事情啦，OK。明白哦。会使的啦，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你就是讲生活品质哦，歹。不是，现在小孩子读书的问题也很麻烦。对。对，我们在读册嘛。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国中，一个。我家己是古早新妇是安尼训练起来呢。人无爱食老人煮的菜呢。缺点就客家囡仔就讲福炉，迄就个真唔惯啊。运动尽量吼，为个新兴普遍吼，大家乡下因讲客家话，一首读唔识就唔怕，讲甲几遍，几点就读会识啦。到细囡的吼，后生囡吼，学习都要讲吼，客家人唔袂流失。